我呢，在那边给上班了两趟嘛。首先，要问候大家，呃，扎西德勒我们今天呢会继续昨天没有讲完的部分，也就是有关冈波巴大师的传记介绍。那么昨天有谈到说，冈波巴当时呢，他为什么会想要去见密勒日巴尊者？就他这个想法是如何、什么时候产生的、发生的？那么在传记当中，不同的传记当中有不同的说法，有两种。那么一种呢，就是昨天我们说的；另外一种呢，是出自于杜松前巴问道录当中，也就是其中记载冈波巴呢在彭波这个地方医治噶当派上师的时候升起的。所以我觉得杜松前巴问答录中这样的说法呢，可能比较可信。那么总之呢，冈波巴大师呢，他当时就想到说，我要去见尊者弥勒日巴奥，但是如果不先跟我的噶当派的上师们知会一声的话，就直接去找弥勒日巴的话呢，是不太行的。所以他就到每一位当时在乌鲁这个地方的噶当派上师面前呢，一一去告假，说自己要去弥勒日巴那边求法。一般来说呢，噶当派对于这个修持密法是比较有顾忌的。对于明目张胆的这样修持密法是有顾忌的。加上呢，现在要去见的这个尊者弥勒日巴又是一个在家咒师，所以他们也担心冈波巴大师会不会就变成是一个在家的咒师。所以刚开始呢，他都得不到允许。但最后呢，这些上师们也就讨论了结论，也就是格西贾云达当时就说了，那位密勒日巴呢是一位成就者，你呢也好好跟他学法，最后把法带回来，但是你不要舍弃噶当派的这些服饰就是衣着。那么我们呢都已经年纪大了，也很快就会死了，你呢记得学完法一定要回来这里的。不仅如此，说完他们还给了冈波巴呢一些路上用的这些盘缠。那么冈波巴大师呢，他有许多的上师格西加日瓦，还有格西加允达，刚刚提到这个格西加允达等等。那为什么这里说加允达呢？前面有个加，应该是他的这个家族。很多人会说这个夹呢，是不是就是代表他是汉族因为这个字就是也有意思是汉族，但并不是的。总之呢，所以很多人可能会说他的上师误解他的名称叫做夹，以为是汉族所以会说冈波巴大师呢，他的大手印见解是比较相似于汉地的这个禅宗和尚宗禅宗的说法，但其实并不是的。虽然他的上师名称两位格西名称都有夹这个字汉，但并不代表是汉族。总之呢，刚刚这里提到的格西贾允达呢，他是格西
他是一位专制于实修的一位大师，他的功德非常的殊胜，而他特别呢还将他传给了冈波巴大师一个叫无念禅修的一种口诀。所以因为贾允达是格西贡巴瓦的弟子那么所以他当时就把从贡巴瓦那里传下来的这个口诀呢传给冈波巴大师。所以从这个阿底沙尊者传到贡巴瓦大师的这个大手印的口诀，之后说这个口诀又传给了冈波巴大师嘛，所以我觉得和冈波巴大师后来的这个大手印的一些相似的大手印的口诀是有一些相似的。所以我想呢，那时就是冈波巴大师得自于这个贡巴瓦传给了格西贾允达的这样一个无念禅修的口诀。总之呢，接着冈波巴大师就得到了这些格西们上师们的允许，他就和他的友人，就是之前谈到的孔敦一起呢，就前往了西藏的这个上区觐见尊者。冈波巴呢，因为一心都是想要见到尊者，所以一路上呢，什么东西都没怎么吃，也没怎么睡，就是加紧脚步这个赶路。之后到达后藏一个名叫葱敦古莫的地方，孔敦就生病了，病得很重，就没办法赶路了，只好停留几天。这个孔敦呢，他是这个想法很多的，他就想说他就自己在那想，我不会很快好起来。而冈波巴呢，又那么着急想要去见到尊者弥勒日巴，搞不好呢，他就把我丢在这里不管了。但我想他是一个好人，但他应该会想些办法的。所以呢，就想说我应该要试着想办法让他不要把我丢下不管。所以呢，这个孔敦呢，他就对这个冈波巴说我呢这个要马上好起来也不太可能的，但是也没有严重到会死掉。所以但如果因为我而障碍你求法的话，那也不好，你还是先去吧，等我病好了，我慢慢就会赶上来的。所以孔敦就这样跟冈波巴这样说了，但冈波巴呢误以为呢他说的真的就是他想的，他这时候就说了对嘛，朋友你看就像应该跟你一样的，相聚的时候心不厌烦，分离的时候呢心不惆怅说完之后呢，他就除了供养给弥勒日巴的黄金和茶叶之外他就把所有的其他的盘缠那些都带走，其他都给了孔敦。但这时候孔敦也没办法了，他之前说了大话嘛，也不好再求他别走。总之他就很伤感，觉得冈波巴舍下他了，他就很生气，他心中也在那想说好吧，等我看着，我一定会还以颜色的。总之呢，那后来他病愈之后也没跟着脚步去，反而呢到了下区青康地区开始到处去赚钱。总之记载中说了，之后冈波巴后来回到斯瓦隆修持的时候，这个孔敦也回来了，他是变得很有钱，带了80个茶砖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马呀、骡子绸缎等等，就是这样很威风的去见了冈波巴，有这样的一段故事。总之接着呢，冈波巴大师就继续启程继续他的路程去见尊者。那么先是呢，他在路上遇到了一些商人，那跟随他们一起行走了有半个多月，然后在抵达距离这个弥勒日巴2天半路程的一个地方的时候，突然冈波巴也生病了，生了重病。他就在这样一个空地就是一个草原空地上吧，就昏倒了，直到半夜就昏倒了。这差一点就根本就醒不过来了，就差一点可能就死了吧。总之后来清醒过来的同时呢，他也就朝着望着这个弥勒日巴的
这个方向哦，然后祈请，这时候他身体才稍微恢复舒服一些。就是稍微恢复了一些精神、一些气力，但是呢，身体还是很虚弱，所以没有办法再行走，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停留了7天休息。之后呢，来了一位瑜伽士，他就看到了冈波巴大师生病了，他就弄了一个碗，盛满了水哦，其中呢就放了一把糌粑，他就把这个碗递给了冈波巴，还问他情况。就听了之后，这个瑜伽师就说啊，你真是太幸福了。冈波巴也很奇怪，为什么他这样对我说呢？我现在在生病啊，病得这么惨，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说呢？他就问了他。瑜伽师就说，这个啊，上师密勒日巴去年呢就预言说，会有一位呢从这个魏地前来的法师，说法的人，他会为很多众生带来很多利益，一直到昨天、今天呢都还在这样说呢。所以呢，你呢就是那个人嘛，你太幸福了，真是太有福气了。所以冈波巴这样一听完，突然呢，这个病痛全部都不见了，马上这个精神大振，然后就跟着那位瑜伽士就说我跟你走，而且甚至还跟这个瑜伽士说，但因为那个瑜伽士大概还有背一个包袱，所以甚至冈波巴还说来背负我来包吧，就好像他根本之前没生病是一样的。那么在路程当中，这个瑜伽师就说，密勒日巴呢应该会传授你一个深奥的法门，如果你学到的话，记得你要回来教我。冈波巴大师他就这样对冈波巴说，冈波巴就想，这些后藏的人就是后藏的人呢，心胸蛮狭窄的，自己还在跟着自己的上师学习，又想让我这个新来的为他传法，真是奇怪。所以他就问了这个瑜伽士，你以前不是跟尊者上师密勒日巴学到了完整的佛法了吗？法教了吗？你到底跟随尊者多少年呢？瑜伽士呢，他就说了，我跟了上师就尊者密勒日巴有10年，学是学了很多法，但是尊者会传给你的法可是不同的。那些是我没有学过的。所以总之呢，他们俩就这样说着说着就走到了一个叫丘瓦的一个地方。然后走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回头一看，那位瑜伽士就是那位惹巴怎么就不见人影了？冈波巴心想，那个瑜伽士是谁？我本来也不认识，怎么现在又突然不见了？他大概是密勒日巴的化身吧。就像昨天我们有提到，冈波巴遇到3个乞丐，有没有？后来再去找也不见了。所以现在这个惹巴瑜伽士也是突然就不见，他想，这个大概也是尊者的化身，一个化身。之后呢，总之他为了乞食，也为了询问尊者到底在哪里，他就到了一户人家，他就看到人家前面一位妇人呢，他正在这个织布编织，他就问他了，你知不知道这个密勒日巴在哪里呢？那个妇人说，我可以介绍一位熟悉尊者的一个在家女弟子给你。结果他就介绍了一个老太太给他，这里在家女弟子藏文叫娘妈，就是尊者他称他所有的
女弟子都称为叫娘妈，因为他们在一些这个八号一些特殊的时候会修八关斋戒，会修这个玛尼六字大明咒等等，就是这个所以像现在呢，在捏香啊、尼泊尔的捏香，还有在锡金这些地方，还有这样子的称谓哦，称这些在家女弟子做这样修持的叫娘妈。总之呢，这个女弟子呢，她就说了，今天你要见到尊者呢是不太可能了，你今晚呢就住在我家吧。然后呢，他就这个迎请呢冈波巴大师到他家的这个顶楼哦，然后为他这个奉茶。这时候这位老太太她就说了，昨天呢我去见尊者的时候，尊者正在对大众说，他就说呢，我昨晚梦到手中拿到了一个银质的瓶子，里面充满了甘露。尊者接着还说，接着我又梦到呢，从东方又来了一个这个僧人，他拿的是一个空的水晶的瓶子，一个清净的僧人拿了一个空的水晶的瓶子，接着我就把所有的甘露全部倒到了他的瓶中。接着尊者就说，我呢是一个老来得子哦，老了才得到了这样一个这个弟子，而这个孩子呢，这个弟子呢，会让佛教如日东升，利益无量的众生。接着尊者说，谁呢只要把这个人带来见我的话，那个人呢就不会堕入三恶道了。所以这个老太太这样说完之后，她就接着说，她就对冈波巴说，她说，那明天呢我有一个女儿啊，她也都在做修持的，明天我就让她带你去见尊者。这时候听完，冈波巴心想，从上师这段话来看，这段授记来看，我应该是一个具气的弟子，一个合格标准的弟子哦。或许之后修持口诀的时候，应该不会有什么困难才是了。所以可以听得出来他升起了一点这种我慢的心。当然尊者都知道了，所以在隔天呢去见密勒日巴的时候，尊者都知道他的我慢，结果就让他在那儿等了半个月都不让见。之后呢过了半个多月，有一天呢就派人去跟他说，好，上师可以见你了。他就冈波巴马上就赶了过去。那时候呢，冈波巴是31岁，那么是西元的1108年。昨天呢，我说错了，之前我昨天有一点口误，我说他出生的年说错了。平时我对于这些年份的数字，我小时候我的数学不太好，是学了一些，但是很多人都说你上师学什么数学？这数学是那些总管啊，那些负责寺院的执事他们去学就好了，你这个上师干嘛学数学？总之呢，我从小没学好数学，所以结果我现在很多这些西元数字都不太会念的。所以但现在可没念错这个。总之冈波巴大师31岁的时候呢，是1108年。那么这时候呢，他就在一个名叫景真这样的一个地方的一个扎西港，他就见到了密勒日巴。他就把他一直携带的这些黄金啊、茶叶供养给尊者，而且还礼拜了好多次。这时尊者密勒日巴就说了，黄金和我合不来，煮茶的炉子我也没有，你还是自己留着修持用吧。这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尊者说，这个黄金呢和我呢这个老头是合不来的，你说要给我茶呢，但我这个煮茶的炉子也没有，所以你还是自己留着用吧。
这时候冈波巴就合着掌啊，他就说啊，请求啊，我呢，这个从很远的地方过来啊，请您慈悲啊，一定要接受我这些供养啊。这时候尊者弥勒日巴就说：“你这路途不算远呢、来我这里学法的人呢，有从康区，有从印度过来的。哎，倒是你叫什么名字啊？”总之他就问了这个冈波巴，冈波巴就说呢：“我的名字叫梭那姆仁谦，中文翻译叫福德珍宝啊，就是福宝这样。”接着尊者就连续说了3次哦，福德福德，然后说出一个偈言说：“大福由积聚而得，一切有情之珍宝。”总之这样子的说了3次。之后呢，这个尊者又跟他的其他的弟子惹巴就说：“只要听到了我这个孩子的名字，也就是冈波巴的名字，这个梭那仁谦名字，就能够利益无量的众生。但当时我没有说出口。”就这段话，我在想，可能也是尊者，就是大概就是怕，如果冈波巴大师在身边的时候说出这段话，又让他升起傲慢的心，所以并没有说。所以这样的弥勒尊者的这样一段话，跟之后达隆噶举的创立者叫达隆汤巴也说过一段类似的话，他就说，我们的教法传承有2个，一个是成就者的传承，一个是加持的传承。那么从冈波巴之后是属于加持的传承，而在他之前呢是成就者的传承。再来有一个叫仁波切的名称哦，这个珍宝仁波切，就珍宝这个称谓呢，也是在冈波巴大师之后出现之后才有的，在那之前是没有的。像是我们称马尔巴、密勒日巴不会称为仁波切，而冈波巴被称为仁波切。他会被称为仁波切，主要是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名字里面就叫梭那姆仁谦，仁谦就是仁波切，就是珍宝的意思。但不仅是因为他的名称有这样一个仁波切珍宝的名字哦，他的名字里面就有这样的名称，而且因为他冈波巴呢能够加持弟子的心绪哦，很容易的帮助弟子升起大手印的了悟，就像是如意宝一样，就像是如意珍宝一样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段达隆噶举达隆汤巴所说的话跟弥勒日巴刚刚说的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说的是差不多的。之后呢，总之他跟随尊者来到了一个真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他在河边的一个山岩下呢，再用树枝和草弄了坐垫，然后坐下来。然后这时候来了2个人，就供养了这些金纸作为修持的稻粮，他也带回这个金纸，带回去供养给尊者，然后请求传法。然后尊者也传授了胜乐金刚灌顶，还有这个由黄丹制作的坛城，给予了亥母的灌顶和加持，还有教授了和合往生法。这里接着这一段对话就说，我能够40天一直都在禅修，这样的情况好吗？冈波巴大师这样问，尊者就说好是好，但再好呢，也只是得到无色界的果位而已。就像再怎么挤沙子啊，也挤不出油来的。再有一次呢，他们2位讨论到噶当派和密乘的时候，尊者那时候说，藏人呢都着魔了，不让这个阿底夏尊者传授密法，这真的是太糟糕了，这真是大家的一个损失。冈波巴大师就说，不是啊，噶当派也有一些密法的修持，不是吗？尊者就说，那些算是密法，但是如果没有口诀的话，你是无法成就的。像道次第当中
也有观修无我，但那只是一种概念的修持，并不是直接现证的修持。总之尊者解释就说，你现在就给我闭嘴，你呢还是修这个我教你的方便道这个着火的修持吧。所以总之之后呢，他就修了1年的这个着火。记载说他在尊者的身边呢待了13个月，那么完整学到了所有噶举的甚深口诀。到了32岁的时候，1109年，冈波巴准备回去卫地。当时弥勒日巴也就陪着他走到一条小河旁，就是河上有一个石头做的桥的这样的一个河边。这时尊者就说，我就不过河了，这样做是有一个重要的缘起的，所以我们父子俩呢就在这里坐一下吧，我有一些话要跟你说。他们2人坐下之后呢，尊者就送给冈波巴一个金色的藏青果和一把火刀吧，一个纪念。尊者就说，我曾经呢在修行上遇到困难很辛苦的时候，借由这个口诀，以下这个口诀升起了殊胜的觉受和证悟。未来呢，当你修行上有些起伏的时候，也需要这个口诀。说完呢，就传了这个口诀，也就是气心无二的口诀。所以这个气心无二的口诀呢，就次第传承下来，传给了杜松前巴。像是这样金刚亥母的升起次第，还有金刚亥母的缘起次第，就是气心无二的修持。所以这样一个气心无二，这是可以说是整体噶举派，尤其是噶玛噶举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修持。接着尊者就说了，你呢终究会是一个圆满的大修行人。总之，因此呢，你在未来记得呀，你要断除舍下你对于自己家世的身份的一种傲慢，也要斩断呢和亲人的这些瓜葛，就是不要太贪着亲人。你要舍弃今生，成为山林之子，然后万法合一的这样来修持，也要向我这个老头祈请。尤其呢，记得不要和大贪大嗔和大痴的人们往来，因为呢你会受到他们影响，你可能会沾染到他们的这种不好的恶习。所以不管到哪里，还要记得都要像负伤的野兽一样的谨慎，随时保持不放逸和不失正念，行为要调柔。还有任何时候都要修持大忍辱哦，跟所有人交往相处的时候都要和睦相处，还要注意这个整洁卫生，但是不要想太多，要减少你的妄念，还要随时都禁语和闭关。就算你了悟自心为佛，也不要舍离上师。究竟上虽然说没有什么积资进账要做，但是再小的资粮你也要努力去积聚。就算了悟业果无实但再小的恶你也要避免去造作。虽然呢你升起了座中和后德是没有分别的觉受，但还是要确实做到座中和后德的修持。虽然知道自他平等，还是不可以诋毁佛法和众生。这样说完很多的嘱咐之后呢，他又说了，你在兔年的马月，就是5月14日的时候，会到达一个叫真和聂浪木的地方。同时呢，还做了这个未来达拉冈波这个地方的一些授记。那时候冈波巴就说了，上师啊，你以前好像说过有一个甚深的口诀，之后会传给我。那现在呢，我要离开了，你能否传给我呢？这时候弥勒日巴他传了个最后什么口诀给他呢？因为弥勒日巴他修持非常多年，一直在做着这样禅修，所以呢他的
可以说这个屁股上呢都长满了茧，然后呢跟着猴子的屁股是一样了，因为他一直常年的这样坐着打坐闭关，因为当时也是没有什么那种坐垫的，他就直接坐在地上，或者直接坐在石头上，所以呢，他的屁股变得跟猴子一样的屁股，长满了茧一样的屁股，他就露出来给冈波巴巴看，他就说呢，我就是努力修持，成了这样的一个模样，你也要勇猛精进的禅修啊。之后呢，说完，冈波巴就离开了弥勒日巴。那么他见到弥勒日巴之后，他又回到了魏地。那么还记得之前噶当派的上师有特别告诉他说，你要去见弥勒日巴可以，但是记得不可以舍弃噶当派的这些衣着。所以呢，他也记起来，他就穿着符合，像帽子啊、鞋子、衣服都符合噶当派的这些传统的衣着呢，他就去见上师了。这些上师看到非常的高兴啊，尤其在吕松堪巴的这个问答录当中就提到说，记载说呢，他是在这个时候才见到了这个格西哲巴，但是昨天我们是提到他是回到家乡的时候见到格西哲巴。总之呢，在一些传记中就说，他首先呢就去见了格西纽容巴，纽容巴就问他，你呢这个于其是跟随弥勒日巴升起了什么功德呢？他就学到说，气不在内外运行，而且了悟如同虚空等等。然后他就说，哦，你真的升起了善妙的功德，你应该开始利益众生。但这时候他就说，我的寿命是不长了，我想还是先闭关吧。说完后，结果这个格西纽容巴就跟他说，我有一个延寿的口诀，所以就给了他白度母的灌顶。所以有这样一段记载。但是你看达波噶举的这样一个白度母修持传承祖师当中呢，会提到说，冈波巴大师师承是格西哲巴，并不是这里提到的格西纽容巴。同时呢，杜松前巴问答录当中也提到说，他只见到了格西哲巴，没有提到说见到格西纽容巴等等。总之呢，这部分还要再做一些研究。之后呢，冈波巴到了格西贾云大身边。那么那时候还记得之前提到，他要冈波巴学完之后要带回一些这种佛法上的礼物，就是要把法带回来。所以呢，他也报告之后呢，这个格西允大说，你真是学到了一些东西啊。他听完自己都说，我也应该要去见弥勒日巴大师一趟。之后呢，他还去见了这个加日瓦，然后他也说学到了一些没有听过的教法等等等等。说完之后呢，加日瓦就说，你呢现在是这样只身一人哦，一个人，但以后你会变得非常出名的。那在那个时候呢，在喷淤这样的一个地方发生了大的饥荒，所以冈波巴也没有一些吃的，没有这些稻粮了，他就只好要到别的地方去。他就跟噶当派的上师们请假了，所以他就到了其他地方，像是我啊，还有这个达波等等的地方。但是到了那些地方也没有这些稻粮哦，最后他只好回到家乡去。他就在他母亲的诞生的这个地方，叫做涅塞瓦隆的一个地方，那里是一个很安静宜人可以修持的地方，所以他就在那里呢很专心一意的修持。但是之前因为没有稻粮嘛，这个吃的不好，所以身体是比较虚弱的，所以他的修持呢怎么修呢？觉证都生不出来。这时候他就想到尊者就说，如果身体这个体力不够的话，是没有办法升起禅修的，所以他就说你要修持，接着修持着火就能见到心性，所以他就开始多吃一些比较营养的食物，多吃一些食物，然后每天呢也向这个尊者做祈请，然后他就专一修持这个着火，那么也就
升起了暖乐哦，得到一种自在。这就跟尊者曾经对他做过的授记一样哦。他说，3年之后，你的暖乐会融入于心哦，或者由心体现，有这样的一个授记是一样的。那个时候，冈波巴是有修一点大手印哦，但最主要修的是着火。那么，因为逐渐修持着火，得到暖乐的自在，所以呢，逐渐认识心性，就像认识一个老朋友一样的认识心性。那么，同时他的禅修经验也跟以前不太一样，他的明觉这个心也变得更加清晰。有时觉得经验到的显象如梦如幻，有时呢又觉得一切又非常的真实坚固等等，总之有这样的觉受升起。之后禅修持续进展，对外在的显象觉得也并没有那么的真实，好像一切都瓦解了，都瓦解融入于自心的自信哦，这样子的觉受又升起，就连心本身都成为了修持的自信，也知道一切都是妄念的施设哦。然后妄念呢，就像是暂时前来的旅人一样，一切都是一切呢都是这些妄念都是心的变换，它有这样子的一种确信，而这些觉受证悟是冈波巴由心自然显现的确信。同时他也觉得之前所有的修持就像是蛋壳一样，只是一些表面的功夫。总之现在呢，各种的这种他对于这些错乱的显象不再需要去寄托跟依靠了。那么他已经完全了悟这一切的显象，有时呢是无实空性，有时又显而无实，就像幻术一样，他有这样的觉受。虽然有时呢他会觉得这些禅修呢，但因为他持续继续在禅修，有时会觉得禅修有一些超越和进展，但冈波巴知道他那也只是一种觉受而已，事实上呢是他的了悟更加的稳固了，并不是真的有什么超越和进展，而是只是他的了悟更加稳固。所谓的心的自信，心的本质，你越认识的时候，你越认识自信的时候，你越知道说上师密勒日巴它就是法身的本质。但我们看他的时候只是一个成就，是个人，但其实不是的，他的本质就是法身的本质。因为他对自心越认识，他越了解上师就是法身的本质，所以他对于尊者又升起了更虔诚的信心。他甚至唱出了许多道歌。那他在那个时候呢，他有菩提子的一个念珠，他有21颗的这样一个菩提子的一串念珠。然后在他附近，冈波巴大禅修的附近呢，闭关处就有一棵柳树，他就把这些念珠呢拆下来撒在这棵树上。他就说，如果呢我是真的得到了31切佛授记的话，这个念珠就会长在这根树上，如果不是的话，就无法长在这棵树上。那么结果没想到那天晚上就长出了这个菩提子的树枝跟叶子等，就因为他说的是真实语所以到现在还能看到这棵树。总之，冈波巴大师就在色瓦隆这个地方住了6年7年。他修持的山洞呢，之后被称为叫做我通。什么叫我通？就是见到自信，因为他见到了自信嘛，所以叫我通山洞。所以第7世冈玛巴却扎嘉措曾经到过当地，也记载说他见过这个山洞，他到过这个山洞。一般来说呢，我们看到冈波巴大师他对于他的弟子，他
他对于各种自己的觉受和证悟他是不会避谈的，他都会对他的学生说出来，他不会有所隐藏。他曾经说过什么呢？他说，如果他把自己的止的觉受跟别人讲，的确是会影响到自己，有些损害、伤害。而观的这种禅修呢，虽然不应该分享给别人，但并不会有什么损害，因为他已经了悟了观嘛，所以不会有什么影响。然后他说，我是带着对各位有所帮助的心而说的。所以你会看到冈波巴大师，他总是会对他的这些弟子不吝分享，说他的觉受和证悟。之后呢，在他39岁118年的时候，到了乌喀这个地方闭关3年。总之好像不止3年。总之乌喀这个地方呢，是很多这些成就者、修行者修持的很重要的一个圣地，叫乌喀。宗喀巴大师曾经也到那里长时间修持，还有好像隆钦巴大师呢也是在这边修持的。总之呢，藏传很多的上师祖师都在那边修持的，是很重要的圣地。所以记载说，冈波巴大师是真的了悟心性是在乌喀，但之前在色瓦隆只是认识心性，但真的了悟心性是在这个乌喀这个地方。所以呢，在这个帕摩主巴的一个传承祈请文当中呢，就有提到这样的一段话，就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所以就是说，他主要真正了悟心性地方是在乌喀，然后他的一个弟子就是叫贡巴粗庆宁波，他最开始见到冈波巴大师就是在乌喀。记载中说，有一天呢，这个贡巴粗庆呢宁波他是谁呢？他就是达波三熟直，他就是冈波巴大师的这个侄子所以呢，总之他就说贡巴粗庆然后贡巴粗庆说是的，他就说我呢，这是我今生菩萨的最后一生了，但是你别跟别人说，别人是无法相信的，所以你不要跟别人讲。所以这也代表了这冈波巴大师他这个了悟心性，他的证悟冈波巴大师在乌喀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想起了尊者曾经说，在你哪一年哪一月的时候该回去见他。他就在路上呢回去见的时候，就碰到了惹琼巴。惹琼巴就跟他说：“上师尊者已经圆寂了，就把上师说这些东西要给你。”他手中呢就拿到了这个尊者要给他的这些圣物，他就昏倒了，就是难过到昏倒了。之后呢，别人在他脸上洒了一些水才让他清醒了过来。清醒过来之后，还是一直在哭。然后他手上还带了一些黄金，本来想供养尊者嘛，结果就把这些黄金也朝着尊者的方向呢洒出去了。然后还唱出了这个意念上师的6种道歌等等。就是尊者呢，就是在他圆寂前呢，他就有这样子的遗言说，他什么东西要留给谁。尊者就说呢，他有一些这些金子，曾经说过，他有一些这些金子在某个地方，我死了之后呢，你们去分这个金子。弟子就想，这个尊者怎么会有金子呢？真的会有吗？
他哪有这些金子呢？互相在那边说，那边讨论。最后呢，他们就真的圆寂之后去挖这个地方，他根本没有金子，就挖出了一个东西，然后旁边就留着尊者的一个纸条，上面怎么写呢？所以如果有人觉得密勒日巴有这个黄金的话呢，那你就去吃大便吧。所以他就把应该是好像是蜂蜜吧，就你们去分这个蜂蜜吧。总之有这样的一段故事。然后总之他在五喀这个地方呢，也是杜松前巴首次见到冈波巴大师的地方。冈波巴大师就在五喀这个地方呢，就修持了，住了10年。之后呢，在大师他51岁的时候，是1128年，他就到了达拉冈波。当时呢，他就想说，我要闭关实修12年。结果在他的一个这个静观当中，出现了一个全身涂了这个灰的这样的一个女生，然后手中拿了这个羽毛，然后就说了比起你这个12年这个尼风的这样的闭关啊，还不如12年利益众生。他有这样的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静观，他想这个大概是空行母的这样一个受记哦，所以他接着就没有去闭关，他开始去广度众生。所以冈波巴大师他带领弟子，给予弟子的教育呢的方式，教学方式，就像昨天说的，对于一般的大众、一般的基础的弟子，基础上是给予噶当派的教学，像三师道的这些修持，然后接着会给予这个显称大手印、这个具身契合的这些指引。在对于不共的这些弟子，会给予这个密乘的方便道的这些口诀。总之呢，你看到他的教学方式是以噶当派的法教为基础，这个之上加上了大手印的修持的，所以他的修持就是噶当大印两合汇流的这样的方式很特别特殊的。而这一切整个他的教学的精要就是冈波巴四法，这是明天开始要教学给予各位的。总之呢，冈波巴大师他是这样一位觉受跟证悟还有他的加持都非常殊胜的一位大师。他也很精通于带领弟子，他观察弟子的情况，给予不同的教学，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弟子都是同时间就升起了觉受，还有证悟，还有甚至是这些神通变幻等等。所以当时他就自己说了，冈波巴说，我曾经呢这个觉受证悟呢是很难升起，你们呢现在很容易升起，就是因为口诀它是甚深殊胜的，这个噶举的加持很特别。所以如果你们能够好好修持的话，不需要太辛苦，你们就能够然后最主要就是禅修要进步，消除障碍，然后最重要的是上师相应法要好好修，这是最重要的，这个能够帮助你升起觉受证悟。然后经教当中说了很多弟子的这些条件，但其实最重要的只有一个，不需要太多，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具备虔诚心。再来，当他75岁的时候，也就是1153年的时候，他身体就稍微实现一些不好，他就说了，我应该不会再活太久了，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赶快问，有什么不懂的也赶快问。
事实上呢，修持的时候，冈巴巴就说了，不需要说太多，你们只要把我说的口诀呢放在心上，这样就可以了。总之呢，他在圆满之前呢，弟子，所有的请法，他讲的全部都是大手印的教学，他给予大手印的教学。那么当时呢，圆寂前呢，那么冈波巴最主要的这个教法持有的传承者就是拱粗，就请问了，他说：未来利益后世的弟子，你可不可以留一些话？那么他说了很多，那么冈波巴大师最主要说了什么呢？他说，未来呢，很多人可能会想说，我没有见到冈波巴大师，但是如果你们能够去读诵我所写的这个两部著作，这个圣道宝曼还有这个大宝庄严论的话呢，就跟见到我是没有差别的。那么如梦一般的上师的显象终究会消失，但是呢，上师的加持和慈悲呢是永远不会减少的。所以呢，你们不要忘了我，然后要以虔诚之心呢，好好的祈请。他就就说了这样一段的遗言。所以很多人会说，有些时候我们会，所以我们也现在如果真的具备虔诚心的话，过去很多上师都有留下类似这样的一些遗言哦，所以有这么多从佛陀下来的这些大师们哦，如果我们有虔诚心的话，其实没什么好抱怨，说我见不到上师，我找不到上师等等。但其实只要你具备虔诚的心，然后祈请实修的话，你都可以得到成就。所以现在的问题其实是不是没有上师，而是我们不懂得祈请，我们缺少了虔诚的心。所以上师呢，就在这个藏历的6月15日的时候，在太阳出生的时候圆满了。他有非常多的弟子，那最出名的他的弟子星子有4位，还有持有传承的4位，还有4个近的弟子，还有身边的4个弟子，还有特别的2个成就者。总之呢，有或者18个成就者等等是最出名的。其中呢，这个佛心事业最广大的是谁呢？就是达波这个熟职当中的，就是拱粗刚刚说的，还有再来就是卓坤泡沫主巴，再加上了宝荣达玛旺处，还有康巴乌塞，就是杜松前巴，这4个是持有传承的4大弟子哦。这可以说是我们噶举的持续传承下来的这些最重要的大师，就是这4位了。那么今天呢，我是很简略的讲了一下这个冈波巴大师的故事传记。从明天开始呢，我想得要开始讲这个冈波巴4法了，不然你们可能想，他怎么都在讲的是故事啊，都不说这个4法，这样也不行。所以明天开始呢，我就会讲说冈波巴4法。那么其实它就只有1张纸，我在之前也给你们了，内容并不广，并不多，但我想，所以可能我得要多做一些解释。在冈波巴大师他的教言集当中呢，我会讲解一下里面有哪一些相关的解释，还有他的亲传弟子又有哪一些有关4法的这些口诀跟注解等等。我想明天开始我会尽力的呢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冈波巴4法了。好，谢谢大家。